累死了，累死，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做吧。你来帮助对不对？没有。太辛苦了。讨厌你，可以讨厌你吗？可以。刀客的米糠。Andiamo. Andiamo, cominciamo. 稻壳。稻壳。苦土石灰。OK， 开始工作了。对，我们在做什么？现在我们要开始来挖这个土，可是挖这个土之前，我们要把这个草啊，我们上面的草先弄到旁边去，是弄到旁边去，弄到旁边，是，然后挖出来一个洞之后啊，再把这个草埋在下面，所以它可以这样子的话，土可以比较松，而且也会比较高呢。bene. 我们开始挖吗？是。这个工作全部巴西要做，是辛苦。农夫的工作不容易啊。农夫是一个辛苦的工作。对啊，辛苦。再远就是这个。Altro che palestra， 健身房在这里。可是健身房有冷气可以吹。没错，有道理。健身房比较舒服。在这里我要种那个白花椰菜。啊，白色的花椰菜。是。啊。anche broccoli， 是。绿色的花椰菜。白花椰、绿花椰。要好好的做，因为我最喜欢的菜。是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弄一弄。是，要让它很肥呢。对。而且土要松松的，所以它们比较容易长大，它们的根比较喜欢。阿莫农夫。是我。
这个比较粗、比较厚的这个也要打碎，这样子肥料放下去的时候比较。可是其实我们去年做过一次呢，我们去年做了2次。2次。是，所以其实它的土，我觉得它今年的土已经没有去年那么硬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好。我觉得比较好。我找到了一些去年的稻壳。是，稻壳还在里面，你看这个。是。这个咖啡色的，比较咖啡色的。是。是稻壳。哇，这个大工程哦。对。你来帮助。要挖过来是不是？No，这个已经好了，这已经好了。从那里要挖那里啊。好了，现在放那个豆渣。OK， 这个豆渣要把它放在最下面，因为没有熟成，所以放在下面让它慢慢的熟成，所以不应该直接这样子放。可是如果把它放在最下面，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。好了，豆渣好了之后，现在把这个，现在再把这个叶子放进去。对，这样子很多的淀粉。是啊，然后黄豆渣让它在最下面，让它熟成了。盖肥呢，可是它需要时间熟成，所以样子比较强，我们的牙齿一样，是非常多的这个。Ecco OK， 稍微盖一下。Questa è calce， 苦土石灰。这里都可以撒一下。abbiamo tante。这是咖啡渣， Sì。熟成的咖啡渣。7-11。I fondi del caffè， i fondi del caffè。现在要米糠。Questa qui è la lavorazione del riso, è la crusca del riso invece.这个是稻壳，这个可以让土可以变得比较薄。Questo dà, diciamo, morbidezza alla terra. 是。然后那个土也会比较松一点。不然就先放着啊，明天再做啦。明天再做，明天再做吧。好了，我们休息好了，现在我们继续弄这个土地。对。现在把那个稻壳跟米糠，把它弄回去吸平，然后搅拌。这里有稻壳、米糠，然后跟土一起混合。辛苦的要命，最讨厌秋天了。
现在要搅拌搅拌，弄碎一点。是。好了，所以现在那个米糠、稻壳跟土已经混合了，在这里。我们要加一点点那个肥料，所以我们会加那个鸡粪肥跟那个鱼肥，所以我去拿一下，我们的自己做的，这个是鸡粪肥。鱼肥，差不多了。你看这个，那鱼的尾巴。对，好，两个。Perché noi l'orto lo facciamo bene, 是天然做得很的，好，天然的，然后营养。专业的。我有其他的8个，现在只剩下其他的7个溪了。对，7个，第一个已经快要做好了。第一个做好。其实这里有鸡粪，然后有那个鱼，可是其实都不臭。它有一我个，们的方法不会臭。其实它有一个发酵的味道，可是它不会臭臭的。你的肥料如果会臭，他们的就是如果你的肥料臭臭的，如果你的肥料会臭的话，意不会思是说的意思。意思是你的做的方法是不对对的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细饼弄平的，对，就差不多完成了。对。弄平的时候，刚刚撒过去的那个鱼肥跟鸡粪肥，都可以稍微用土盖住呢，所以它不会暴露在外面。软，这个是我们的草木灰，姐，那个86鼻子的，姐，看这里，它这个草木灰啊，它是碱性的，所以它其它这是一实个肥料，它也是一个肥，它是一种的肥料。它也是一个肥料，然后它也可以杀菌，所以这个对土来说其实是蛮好的。这个可以防止刮牛，蛮好的。这样子 OK 了，结束了。现在我们让它杀菌一下，然后我们会用那个藻屑，盖起来。是，盖起来的话就比较不会长那个杂草。可是现在梅溪就是要这样子处理到这个程度，
就可以准备种东西了。对，OK， 好啦，完成一息了，瞧。